受到连续几下风台影响哦，分林二期的稻仔收成比英国减少2成以上，所以价销嘛起。西丽农会昨哦100大斤是收1260块，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价销。挂稻机日产日来回的挂稻仔，最近分林的日期就进入采收期。不过受到前一阵啊连续几来风台透大风的影响，地势拍切减收等等的问题，有农民表示收成至少减2-3成。风台拍过了，拢差不多今年的产量1200斤尔。以往呢？以往2期啊，这单个1500啊，损失足多啊。你看是足水的无？问题就无产量。农民表示，这稻仔外观看起来真水，品质真好，不过详细甲看，其实拢是拍切。平均每分地至少减收200-300斤。因那西丽农会表示，今年2期淡切的价销嘛，因为安尼创下历史新高。以早呢，甚至有1000出而已，今年的价销是创了历史新高啦。因为咱台湾的淡切价销也嘛才悬势，淡切100大斤有1260块。西丽农会表示，英国2期淡切的开盘价销大约100斤1100块。虽然去年2期稻同款受到小克风台影响，淡切啊上悬价销来到100斤1230块。不过今年10月是个连续撞到几来风台，各地稻仔倒去的情形愈严重，才会致使今年2期淡切的价销搁再创下历史新高。敢会影响到民生米价，也搁爱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